讲到东部的观光一直爬袂起来，即马各位休热，为着吸引游客来到台东来佚佗，农业部有补助台东山线加海线农村旅游课程，即推广在地农产，冇安排 DIY 动手体检，只满10个人地当去登记。外头的叶啊，伫台东关注面的农村，上接摕来做食材，卖当摕来变做生活用品，亲像帽啊或者是牌啊。游客去农村卖当有即款的体验，亲像做一个外头杯珠啊炸转去，即款的行程是真受都市民众的欢迎。年纪大了就是要这样子来走走啊，对不对？整天在都市里面也是真的很烦呐，就是很闷呐。不过即马国民旅游景气无好，东部的观光因为台东受到损伤，农业部特别补助台东县农村旅游特种的行程。因过是单独行销农村的旅游行程，即马用串联唱歌甲海线的月头叶啊，毋仔甲苦茶品牌农村，以上少10个人就会当预约导览，甲家己做农特产炸转去的行程，透过市容解说、体验做加工品，希望国内游客会当去台东的农村深度旅游。假设10个人里面大概有8个人会到国外，2个人会在国内，比例是相当悬殊的。我到台东除了可以玩以外，还可以做深度体验。那我想危机就是转机啦。那趁这个机会，把整个体验的游客可以串联起来。休热到底要到啊！不过东部观光的订房率也无达到永年8成以上的水准。中央甲地方增加各项东部观光的补助，呼吁民众会当利用休热安排去东部度假，进行东部的观光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